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勒坤艾莎的母亲阿伊汉买买提于5月17日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罕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殉难，其他兄弟姐妹也都被关押。截止目前，是死是活没有任何消息。我们在这神圣的分斋月即将结束之际，对所有被中共政府抓捕入狱和关押在政治教育培训中心的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早日获得自由和解放，东突厥罕的早日独立，为殉难人员进行真诚的祈祷。美国拒绝支持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连续就贸易问题抨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西方媒体评论，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后，美国与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跌至低谷。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将从7月1日起对一系列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财政部11日宣布制裁俄罗斯5个实体和3名个人，理由是他们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服务，对美国及盟友实施网络攻击。北约日前宣布，将于今年10月至11月举行3叉戟军事演习。这场北约全年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将重点加强北约在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对俄罗斯的遏制能力。突尼斯总理约瑟夫·沙哈德6日宣布解除内政部长路特菲·普拉辛的职务。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官员透露，沙哈德解除内政部长是因为他没能及时阻止遇难船只以及遏制偷渡事件。